非常的高兴，我也去看一下我初一的时候跟高三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座位，那个教室跟座位，很开心，这是一种难忘的一种回忆。还有就是说，韩国瑜有当面邀约你当副手，你有拒绝，为什么？有另外的考量吗？我想他可以考量的人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多，对象很多的，所以他尽量去考量别人。所以你是拒绝他的邀约就对了。是的。那你怎么看现在柯文哲他阻挡的事，还有那个郭台铭他也会调的？那阻挡他有代表的意义嘛，那我们当然给予尊重，也给予祝福，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对蓝绿都好像没有太大期待的时候呢，那他来组这个党，希望能够代表中道的力量，我们也祝福他能够这个顺利达成他的目标。柯震宇那边好像有持续在跟你这边接触。这个方面目前我们也不宜多说话。这场还会有韩晚会吗？还会继续？韩文会嘛，应该连先生还在安排。我跟他说慢一点，我没有说不要，因为已经几度聚过会了，所以我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。那慢一点再说。院长，那个陈志平说柯 P 一定会出来选，那你自己认为？这个你要去请教他了我也只是猜测的而已啊。接下来对，大家关心你对自己的这个你的动向。我讲过了，我一定参选到底的嘛。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变过。会用哪种形式？我说只有上天知道，上天安排。菩萨说了吗？上天怎么安排，我怎么走。那我跟郭董那边有接触吗？联系。那个未来一定会联系的嘛。有可能组成一个超强联盟。你说怎么样？参选到底的角色有很多，你觉得你参选到底的角色会是什么？再说嘛你们自己推嘛。我以前讲过的，我从来都是算数的，我从来没有更变过我的讲法。好，所以有你的支持者在帮你联署这件事。这是他们自动自发的联署，我还没有发动，但是听说已经联署不少了，应该连署个10几万份已经有了。好，院长，你拒绝接那个韩市长副手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还有很多可以这个来邀请的对象让他去充分考虑，他应该什么样的人选才是能够跟他相辅相成。那接下来会不会跟柯 P 政党会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吗？这未来再说嘛。